為咗進一步探求相似者能治癒嘅定律，哈尼曼醫生全力研究其他藥物喺健康人體上嘅反應。由於佢熟讀藥物學，對於藥物嘅毒性帶俾人類嘅傷害有透徹嘅認識。為咗減輕藥物嘅毒性，哈尼曼醫生嘗試將藥物稀釋。喺試驗期間，哈尼曼醫生發現咗一個奇特現象。佢用1:99嘅比例嚟稀釋藥物，再將呢啲稀釋液放喺玻璃瓶中，用力震盪100次之後，藥物就會因為咁樣而去除咗毒性，而且可以增強療效，從而製造咗一種冇毒副作用嘅順勢療法藥物。哈尼曼醫生將呢啲經過稀釋同埋震盪嘅藥物以糖粒嘅形式儲存，並稱之為療劑 （remedy）。哈尼曼醫生發現，藥物嘅稀釋同埋震盪次數越多，佢嘅效能唔單止唔會減少，反而會變得越嚟越強。佢將呢個物理反應稱之為加能法則。經過咗6年測試咗近8種療劑之後，哈尼曼醫生將所有測試結果編輯成純粹藥物學，並於1796年將呢個嶄新嘅醫療概念同埋多年嘅研究結果正式公佈於世。今次講住咁多先，如果你想繼續聽多啲關於順勢療法，記得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我的新生活，到時見。